我哋都知道奇亞籽係好健康，原來咁樣食分分鐘會搞到腸塞喎。5個可能你唔知嘅奇亞籽秘密：第一係超高纖維，每100個 gram 就有37個 gram 嘅膳食纖維，仲勁過燕麥，係腸道健康之選。第二係吸咗水之後就會膨脹10倍，浸咗水先食先有飽肚感，就咁乾食真係會塞住腸。第三，腸胃敏感要小心，有腸胃問題或者吞嘢唔方便嘅朋友，記得浸夠先好食，唔好亂嚟啊。第四，奇亞籽嘅 Omega 3唔等於魚油，雖然含量好多，但主要係植物型，身體要轉化咗先至吸收到。第五，唔好用滾水沖，高溫會流失營養，用室溫水係最好。儲存記得防潮防曬，或者放喺雪櫃度密封，咁就唔怕壞啦。你平時點樣食奇亞籽嘅呢？有冇遇過啲咩驚險嘅經歷？留言同我哋分享下。如果覺得有用，記得分享埋俾朋友一齊睇。管理健康，療癒心靈，歡迎私信迪安。